弟子感恩师兄帮我打通师父看图腾2次，第一次师父说我心脏有灵性要78张小房子，第二次师父说颈椎有灵性要小房子75张，第三次是请师父解梦，师父说有开刀的结要小房子45张，我都许愿完了。过了大概1个星期，我梦见了南京菩萨帮我请走2个灵性，现在我念经的时候不再出现伤心的感觉，我的心脏和颈椎舒服得很多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京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丁冯台长。这个是重修分享的。最后你观世音菩萨没念好啊。最后你观世音菩萨几个字没念得准。好了，没什么问题，谢谢你。